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3月初6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是，有咧用这个面册加 IG 的人，应该拢有发现昨暝11点外，这两项 App 完全拢冻点，袂当使用，而且全球有几10万用户拢定出家己的小号，袂当搁再订立。针对这项事件，这 Meta 公司的主管是先发出公告，伫咧经过抢修了后，即马面册加 IG 已经陆续恢复运作。也那美国白宫是表示讲，这国家安全会议会密切来注意这项代志。想要开面册 FB 来看，所互伊无有警定出，就算佮输入正确的密码，也无法度入去。网络顶真侪人就是讲，家己的口座互人盗用。其实 FB 的母公司旗下所有的 Facebook、Instagram 加 Threads 拢共款出问题。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拢出状况，影响全世界几60万的用户。Meta 的创办人祖克伯加发言人安迪史东只好先伫咧对手 X 平台发文公告，讲即马正伫咧处理。马斯克也趁机会发文口舌讲，若是你正伫咧读这篇文章，是因为阮的伺服器即马是正正常伫咧碰。Meta 成为社群媒体大头，旗下所有的应用程式每天活跃人数有到31.9亿。伊伫美国股市的上盘绩效也因此下滑1.6%。经过抢修了，伫台湾时间今仔透早，伊所有的应用程式拢已经恢复正常，也互网友结束这场噩梦。记者综合报道。疾管署公布国内阁加2个本土麻疹的病例，原本是判定这是同一站新北群聚的事件，也毋过后来所发现讲，这2个人是甲无共个案来接触，来源是无共的，也就是讲，这新北市恐惊有2站麻疹的疫情，这当中敢有小牵连，目前还阁需要进一步来调查。也那疾管署是预计讲，这4月份进前，麻疹疫情会出现一大高峰。伫北部麻疹的疫情搁再扩大，疾管署公布出片的个案搁再增加3例，一例是境外移入，2例分别是中和区28岁女性，甲永和区41岁男性。本来认为是拢甲北部社区群聚指标个案有关系，验公自发现到发病17天，已经晚近潜伏期的上限，要一调发现永和这个个案甲鱼汤相关个案卡了有小差，因2个拢有去过中和的鱼汤店。整个事件目前看起来可能以新市镇认为说跟这个鱼汤相关的个案比较有关联，所以会依照新北的依照新市镇那初步还是研判为是2个不同的群聚啦所以目前这个依照有新的一些市政跟发展。疾管署讲，麻疹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出片加起疹膜，传播力正强，伫同一个空间内面会当透过空气传播，潜伏期平均是14天，上长会当到18天。所以，规个800头一日生活圈拢爱加强戒备，估计4月进前会出现高峰。只要说有带源者的遗迹呢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话，其实都可以造成人群的传播。那麻疹的受感染者基本上潜伏期呢中位数是13天，那最长可以到18天，在之后呢，它就会出现有发烧以及有皮疹的这样的情况，那甚至呢在口腔里面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白点。疾管署讲，咱国今年到即马有7例麻疹的病例，比进前4年的同期拢搁较悬。伫即马病例拢较集中伫咧新北的中和地区。另外，顶礼拜新增加2例儿童新冠肺炎死亡的个案，是今年第一遍出现儿童新冠肺炎死亡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对昨开始，疾管署开放予6个月以上的民众去注公费的流感疫苗。就算讲即马已经是春天，真侪人拢感觉讲这流感疫情是尾期啊。也毋过疾管署有关是表示讲，虽然这个流感的疫情这病例无进前遐尔啊侪，也是袂当大意的，所以呼吁大家爱赶紧来注疫苗。放轻松不要哭流感疫苗一针拄落就通提升保护力。3月初5开始，疾管署大幅度放量公费流感疫苗对象，6个月大以上的民众拢通注公费流感疫苗。初5为止，库存量也有6.6万人左右。会啦，安怎讲？有资料保庇。有一年，阮兜3个拢去拍，一个无拍，迄个得到迄个重大的这个重型流感。
啊，到尾阮就惊着，讲安尼袂使，安尼每年都爱拍。其实应该大家就拢爱做啦吼，尤其是遐风险较悬的人、老人啦，本身有心脏病啦、有糖尿病啦，还是讲本身有肺病的人。这都不应该爱做啦。医师林英仁以第一线诊所的经验，伊讲为去年底开始，流感疫情就开始传，到即马也有侪因为流感来求诊的民众。根据疾管署的统计，类流感高峰期已经过去啊。顶礼拜门诊、急诊、类流感看病人次是102000人次，比顶一礼拜下降，不过也咧高关期，而且是6年同期上悬。基层医师也呼吁民众爱做好防护。得流感感冒的人吼，甲一般的感冒无共款，所以就是足忝。你若看到一个病人足忝，你一定要考虑吼，是毋是有流行感冒啦吼？特别你有发烧，佮有啥物烧流鼻水，这呼吸到迄个症头的人。就算即马已经春天，普遍大众认为是流感疫情的尾，但是医师林英仁也是呼吁大众爱来注流感疫苗，提升保护力。因应 COVID-19 疫情也当咧拖，林英仁讲，若无严重的感冒，也通流感疫苗、COVID-19 XBB 2档疫苗当接住，保护家己的健康。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已经开始变天，各地头是愈晚愈寒。北台湾暗时会跋落到14度左右，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方面报道，大陆冷气团落南，北台湾透风阁变寒，日时这高温是伫咧16度到19度之间，暗时会跋落来到14度左右。虽然讲这里是中部甲东部关度，这个高温是有27度，南部是会降到31度，也毋过各地头是愈晚愈冷，而且有可能会落雨。北部、东北部也阁有马祖是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到下半部嘛是同款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这5月初1劳动节刚要改做是全国拢休困，连这军公教人员也要算入去咧。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会当来考虑改做是全国性的休假日。也那内政部是讲，目前咱一冬内休假的时间已经有115天到116天，即马已经是进步啊。所以5月初1刚要改做全国拢休困，必须爱先有共识，才来考虑这相关的配套。不管我们人事总处也好，内政部也好，在调整这个假日的时候呢，确实是可以来考虑看看是劳动节是不是可以放一致，全国一致放假。真正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都已经有人提案，讲5一劳动节应该改做全国放假1天，让全国劳动者拢会当做伙放假，但并无通过。即么陈建仁总算讲会当考虑，和真正不适应的军工教育可能会当放假。可以一起休假，我觉得对大众来说是一个平等的做法，这样也不错啊。但是就是要做好配套措施，这样就是想要带小孩出去，他学校部分就需要请假，然后一起统一放假的话是比较方便家长做安排。不过陈建仁嘛讲，目前全国的总放假日是115天到116天，已经完全占满啦。劳动节若喺全国一致性来放假，需要调整的所在真多。目前我们全国全年的一个总放假日是固定的，而且这是经过立法院决议的一个规定。那目前这个的一个放假日总放假时数是已经都用满了。会影响404万的学生嘛？那公教人员大概66万，内政部会召集相关部会，那人总也会参与。照即马的规定，4月初是儿童节是全国放假，另外5一劳动节劳工放假，九三军人节军人放假，原住民族的会时节义原住民族放假，算特定身份含族群的放假日。另外329青年节、928教师节，第一个1号上路了，拢改作干那纪念无放假。另外1991年进前3月初8妇女节，妇女会当放假1天，后壁改作含儿童节的放假做伙，所个清明节前1天全国放假。迄当初为着要落实一礼拜休2天，第实施1个1号了后，一寡固定假日是取消。内政部强调讲，若劳动节要调整，要有一致的共识了后，再做其他配套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佮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呢？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到去年为止，已经有106万的人自愿对劳保甲退休金提出来欠，薪水愈悬的意愿嘛愈悬。新制的劳保退休金薪水超过11万的，有将近50%的人自愿要安尼做。
联合报，卫福部正式通知，对即马开始会停用医疗机构挂号费的参考范围，嘛取消备查制度，也就是讲，互医疗院所会当家己去调整挂号费，免搁送卫生局来审查。中国时报。中国甲菲律宾的迄警船3月初5伫南海争议海域烧落，这是去年底以来第2摆。中国海警讲是菲律宾刁工甲弄的，责任就爱互因全部来担。也那菲律宾是提出关键的影像，讲是中国违法佮伤过冲锋，毋才会造成菲律宾船的损害。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中国快艇并船的案件到今犹未收煞。昨泉州台办副主任李兆辉带家属去殡仪馆祭拜了后，就坐小三通返去中国。离开进前，伊阁呛讲台湾真无诚意，阁讲白贼，民进党爱来负担后果。也那咱陆委会是表示讲，这谈判犹阁咧进行，双方是先返去检讨甲清晰。上香。死者家属提香得拜，情绪挡袂住鬼吼出来。中国一快艇并船两死的事件，中方海巡两边是真侪摆协商，拢宣告破局。海巡署金马办分署长陈树川亲身到场陪家属来念香，本地拍算大概送慰问金10万的人民票，但是互家属当场来拒绝。船明明是被装翻的，没有人来承担责任，连一句最简单的道歉都没有。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就是各给10万块，跟原本谈的抚恤金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这纯粹是我们对家属的一个抚慰的一个心意而已。那他们有收吗？我刚刚看到。没有，但是他们是希望说透过红卫来转交。中方的代表团甲死者祭拜了，初5下晡2点坐小三通返去中国。泉州台办副主任李兆辉真生气讲，15天过去啊，同款是无得到私人信托的说明，而且讲法前后是斗袂起来，阁有真侪白贼，家属无必要继续斗落来，后果互民进党当局负责。台湾方面参加协商人员已于3月3日离开金门，至今没有返回。毫无音信，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民进党当局负责。中方的代表话讲甲真硬，海巡署讲期间才一摆协商，但是中方坚持提出无符合咱这边法律制度的要求，互双方的协商无共识，感觉真遗憾。但是同款会保持上大的诚意和开放态度，希望会当较紧来化解歧见。陆委会主委苦泰山嘛做出回应。倒没有所谓破局啦，我想有进展的，也有没有进展的嘛。双方应该各自回去检讨一下，请示一下。老辉刚刚批台湾当局谎话了，这个话能信吗？中国快艇两死的事件一直烧，行政院长陈建仁呼吁中国爱理性务实做伙协商，互今系海域和平稳定，确保双方民众的权益。伊嘛表示讲，专案即马已经进入司法侦办，相信检察官会做上好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一条上新的消息，咱要来关心的是埃及的官员表示，以下的停火谈判无通伫个在解决进前讲出一个结果。也那哈马斯是要求，除非是全面停火离开加沙，那无就要甲这个临时放互出来。也那以色列是要求讲，爱甲这还阁活的临时名单全部拢交出来。离穆斯林在解嘅开始，也就是达成协议嘅非正式期限，剩无到1礼拜。做中人嘅埃及讲，以下停火协议讲了3天，也无突破。哈马斯讲，除非以色列结束进攻，撤出加沙，并且释放大量包括被判无期徒刑嘅高级武装分子嘅巴勒斯坦犯人，若无要叫哈马斯甲手头顶嘅100位人质，大约30位人质嘅尸体讲出来是免讲。إلا بوقف دائم لإطلاق النار لا يمكن أن تتم قبل أن يتحقق كل ذلك. 埃及协调官员讲，所来几天将会就哈马斯的提议甲以色列讨论。哈马斯代表也阁留伫咧开罗等回应。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拒绝哈马斯的要求，讲会战斗到底。有一位以色列官员私底下讲，以色列犹原伫咧等待哈马斯交出一份也阁换掉的人质的名单，也阁正伫咧等的人质犯人交换比例是偌济。哈马斯官员被问到是毋是有这份一个划掉的人质的名单时，阵讲，这甲谈判无关系，以色列是想要摕这做借口来谈判。Well, there's got to be a ceasefire. You
because Ramadan, if we get into a circumstance where this continues through Ramadan, Israel and Jerusalem, then it could be very, very dangerous. 美国对哈马斯是不是真正希望达成协议感到怀疑。国务卿布林肯随后伫咧华府甲卡达总理穆罕默德见面时阵就讲，这嘛正是哈马斯决定是不是要停火时阵。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印度最近阁传出性侵的事件，这受害者是西班牙的观光客，阁是一对忘情翁仔某。顶礼拜引起印度东部咧旅游的时阵，互7个查甫人甲为咧拍阁抢劫，这太太甚至阁互人吞打。受害者伫咧网络公开过程，印度的警方也随掠到3个嫌犯，而且赔偿这个受害者差不多38万台币。套头大双手护手啊，绑着这几位男性都是犯下集体性侵外国游客相关。一对替西班牙护照热爱长期旅行忘情翁仔某，顶礼拜六伫印度东部加尔克汉德邦旅行的时，因为电袂着住宿，暗时困饱芳过暝，煞互7名嫌犯拍抢劫。当时有巴西甲西班牙国籍的太太也互轮流性侵。देखने से लगा कि उनके साथ घटना हुआ है तो चोट चेहरे पर दिखा, जिसके आलोक में उसको प्राथमिक स्वास्थ्य केंद्र सरैयाहाट नज़दीक में है, वहाँ पर ले गए तो डॉक्टर को उन लोगों ने बताया कि उनके साथ जो लड़कों के द्वारा दुष्कर्म की घटना की गई है। 受害翁仔某随后伫因斯科国甲西班牙媒体上公开被害经过，印度警方真紧逮捕3个人，另外4个人也当来调查。当地政府向受害翁仔某回息咧，佮提供100万卢比，大约38万台币的赔偿金。Thank you for a lot of time for the government Jankar. The police is very fast investigation. 3 or 4 people is detained. विक्टिम कंपनसेशन स्कीम के तहत हम लोग कमेटी जो हमारा जज साहब का अध्यक्षता में है 10 लाख रुपए हम लोग देने का निर्णय लिया था कल। आज हम लोग इमिडिएटली उनका अकाउंट में यूरोस में हम लोग कन्वर्ट करके अभी इमिडिएटली हम लोग 10 लाख रुपए का कंपनसेशन उनका हस्बैंड को दिया गया है। 这个案件佫引起外界对印度治安的观察。事实上，尤其伫印度防侵犯，会常听到2年前一名美国妇女伫新德里的饭店，互一群查甫人下药啊侵犯。2018年，一名英国妇女伫西部观光地区国阿邦也不幸互人性侵。虽然印度2013年修订法律加强处罚性侵犯，不过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2022年犹原有超过3万件性侵案，平均每天活90件。公司新闻7万点评。越南的首都河内，这个空气污染是真严重，即马变作是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规个城市是看也看袂清楚，这空气嘛真歹。伫遐咧，这呼吸道无爽快的人是愈来愈多。伫河内的关楼站对下骹看，规个城市就敢若步入去石里云雾内面，四界拢是雾，能见度是真低。瑞士空气品质监测公司 IQAir 测试数据显示讲，河内的空气品质指数 AQI 到191，伫全球空污上严重的城市内面是排第1。第2是非洲加纳的首都阿克莱 ，AQI 167；中东移动的首都德黑兰 AQI 166，伫遮的排名是第3。Tình hình ô nhiễm Hà Nội cô nghĩ là do phương tiện cá nhân nhiều, rồi bụi mịn của xây dựng ấy, mà thời tiết nữa, thời tiết lạnh xong rồi nói chung là gây hại cho sức khỏe của người dân. 河内市对去年11月来到秋天了后，空气品质的指标就定超过150，来到无健康的状态，甚至是冲破200，到非常无健康的程度。病院是日出现一大堆咧嗽含袂喘气的患者，求诊的人数上济捌增加50%。越南气象局指出讲，这波空污主要是因为湿冷空气的沉降作用，互空气内面污染物的传播微粒无法度消散，才会造成安尼的结果。世界银行2021伊的报告指出讲，河内有3成的空气传播微粒拢是对道路的风沙和800万台汽机车排放的废气来的。越南北部、中部2地已经有18000人因为空污相关病死亡。河内当局顶个月就建议民众尽量卖出去，嘛会记得挂嘴汪。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咧？咱做回来看世界。中国甲菲律宾伫咧南海搁再发生冲突，双方的海警船相撞，菲律宾甲中国的外交官抗议，搁指控中国海警对菲律宾的补给船射水炮，造成船顶至少4个人受伤。国际智库公布一份东协人民对中国、印度、日本甲美国相关感的调查报告，结果民众普遍认为日本是上值得信任、上守法的国家，也那中国是上无愿意合作、上有野心，而且对东南亚的战略有上有害的国家。阿根廷宣布要甲有80年历史的泰兰国家通讯社关起来，理由是认为这间媒体拢在为进前的左翼政府来宣传，有几6百个民众出面声援，伫咧通讯社总部外口抗议。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国内高雄市的卫生局，进前查到对中国来的咸食粉有含苏丹红，这寡产品即马已经走去一寡大品牌的业者，亲像是北方云集、威力、牛头牌，甚至是海底捞等等。也毋过，北方云集是驳回讲，因无使用这个违规的咸食粉，也那新北市甲高雄市的卫生局伫咧追查了后，已经甲北方云集讲的话全部吐破。详细检查有效期限，而且甲一箱一箱的咸姜粉大封条。新北市卫生局去北方分局做稽查，发现讲，业者去年甲丁赞甲加工公司进货的粗咸姜粉，已经全部制作过，加做韩式的鸭，还佫有小辣酱，现场拢已经无库存。高雄市卫生局嘛，佫一再说明，3份进口报单显示北方分局确实是下样的名单之一。北方分局进前讲，无采购高雄市卫生局公布违规辣椒粉原料的讲法是随便空。总计有5个批号，总重是6264公斤，均为食品药物管理署检验结果不合格的品项。苏丹红番姜粉的红泡是连环壁，高雄市卫生局顶一日抽检的时阵，就发现讲，已经有34000公斤有问题咸姜粉流向新北、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台南、甲高雄7个县市，也那会有流向的，包括北方分局、威力、好地伊食品、甲海底捞等等。云林县接到通报了后做稽查，北港有咸姜行进货11500公斤，不过全部拢无使用。也那台南的九峰生机有苏丹红的鸡心咸姜粉，是流向云林2间食品厂，计共有241公斤。辣椒行刚好检验出来刚好是不合格的，所以它全数都还没有使用，也全数都退货给他们上游进站公司。台北市卫生局嘛，伫接到通报了后，佫一届主动针对市面上辣椒粉类的产品抽检24件，检验苏丹色素，其中真好家咸姜粉、百盛公司的泰式辣椒粉、甲台中市超龙事业公司因的叫辣椒天椒等等3件商品，佫一届检出苏丹色素3号。分别是检出苏丹色素3号3到8 ppb 不符规定，以第一时间移请新北市及台中市卫生局追查上游及流向，并令贩售平台下架不合格产品。去高雄市卫生局点名2届北方分局，是佫一届发声明表示，因接到卫生局的通知了后，就随配合高雄市卫生局的查核，而且主动扩大停止使用这个供应商的原料。记者综合报道。所谓身份证因为治安的疑虑，伫2021年宣布暂停。即马厂商要甲政府讨2亿8千万的调解金，引起外界正大的批评。内政部长林佑昌是强调讲，这毋是赔偿，是停损的金额。未来敢会阁继续来推动所谓身份证咧？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着爱等这个个资保护委员会成立了后，才阁继续来研究。政府推动所谓身份证，原定2020年7月上路，不过民间团体认为个资保护有疑虑，提出示警。行政院伫2021年确定暂缓，厂商向政府讨赔超过10亿。今年1月调解金额估计2.8亿。不过外界质疑政府伫8月达成全面共识，就导入经费2.8亿会由全民来付。现在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呢，就希望能够在2.8亿以下。其实我觉得不是赔偿啦，其实反而是停损的一个金额，其实把它降到最低，这个2亿多的一个金额，我想已经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
所谓身份证障碍，林佑昌强调有做相关准备甲配套。另外，各种问题外界也关注，敢是成立专法。当时外界希望要先有专法去进行授权，也包含就是独立的各自机关的成立等等。那这些部分我们都有在全力协助。部分民众认为，所谓身份证是趋势，政府有关应该继续推动。治安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种它还是可以克服的问题嘛。数位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啦，主要是政府没办法解决，然后因为这样造成不便，然后我们还要再多花钱。本来是对我们好的事情，突然变成我们要多花钱，我们感受度会很差。未来敢是会继续推数位身份证？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按照宪法法定解释，需要对个资保护设立一个独立监督机制。当咧筹备个资保护委员会，未来成立了后，会甲相关部会讨论，敢是有推动新式身份证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国民党团提出刑法的修正草案，要增加一条藐视国会罪。那阵这个行政官员伫质询当中无老实讲，也是讲反质询，上当就会关3当。行政部门去到立法院接受立委的质询，不过这几年地道青菜出现官员甲立委质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不满民进党执政一党独大，矮化立法权。新的会期提出国会改革5法，上届受到关注的都是增订宪法修正草案，藐视国会罪。行政部门官员出席立法院听证会答询的时阵，有虚伪陈述的情形，上当会当关3年，区役或者是罚20万以下的罚金。接受立委总质询，有暗砍或者是明知影不实，要是虚伪陈述，会当判1年以下有期徒刑，区役或者是罚10万块以下的罚金。党意说了算，让立法权矮化，变成行政权的立法局，因此是加强立法权的角色，而这个立法权不分蓝绿。藐视国会罪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法律，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其实都有。要强化国会监督的能量，我觉得绝对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期待。什么样的界定是你觉得官员对你有所不敬？这都来自于国民党、民众党无限膨胀国会自身权力，他们认为质询就是上对下的关系。美国进前早就有表示国会罪的例，洪明凯强调讲，修法爱强化立法权，哪立法拢有效用。魏国昌有认同，嘛认为需要强化监督的力量。不过吴思瑶批评讲，这个举动是反民主。行政院长陈建仁认为讲，政院甲立委拢爱互相尊重，就事论事。也拿国民党团提案，要求总统每一年的3月初1进前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而且采随问随答的方式，这恐惊有危险的记录。台湾民众党党团有提出我们的修法版本，然后也呼应赖清德总统，他好像也有意，要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当然，我们的法案也绝对是优于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法案。要求总统至国会报告并备询，就是违宪。魏国昌认为讲，总统受邀请去国会做国情报告无问题，不过具体的条文爱详细讨论。吴思瑶强调讲，民进党团会直接提出全面改革的方案，到时百面会出现朝野攻防战。记者综合报道。国民义务役改转来一档了后，头一梯海军陆战队新兵报道，屏东新训中心是表示讲，这梯拢总有155个人，要进行8个礼拜的新兵训练。待会所有人员先把你的行李放置你的正前方。越南派着牌影透早来到屏东龙泉海军陆战队新训中心报道，7度欠钱确认在行李无毒品等违纪骗过来，就是将头毛摕互光。剃刀伫头壳顶愈来愈去，无偌久，头毛全剃了了。这批入伍的新兵有计有150个人，是第一梯海军陆战队一年义务役的士兵。伫新训中心有计点8礼拜了后，过去部队。当兵是一定会，但是还是会为我一直鼓励，一直加油。那会不会担心现在台海的情势蛮紧张？会不会有那种战好的准备？就做好自己的本分。义务役为4个月变做1年，新兵拢讲愿意接受挑战，也讲家人难免烦恼。若敢要签约，加做志愿役士兵，有人愿意，有人拒绝。各级干部将以同理心为出发点，体恤以及关怀各位训员们的生活起居，
并且呢落实各项的教育训练课程，按照各项课程进度分组实施授课，并落实风险管控，使一男得以安全的训练。我们采严格而非严苛的标准，使一男可以完成各项教育训练。1、2，下步。官方表示，这8礼拜分4阶段训练，以顺序渐进的方式，让役男加做合格的步枪兵，基本上甲4个月役期的新兵入伍过程差不多，只是成训时间久长做8礼拜，让训练课程更加强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年代旅游伫过年期间，甲旅客放婚照放伫越南，即马已经互品保协会甲除名。关公司要甲年代旅游讨135万的保证金，也毋过年代旅游线立袂出来，所以即马已经正式互人撤照。负责人伫5档以来是袂使经营旅行社的。品保协会嘛表示讲，即款行为就是故意要来诈欺，未来会改规定来避免即款业者佮继续加入品保协会。年代旅游去观光署停业了后，无伫期限内纳135万的保证金。观光署初5正式发文撤销年代旅游的执照。负责人林大军伫5年内袂当阁申請經營旅行業務，依法林大軍嘛會當提訴關，不過到目前為止，伊也無回應。那他如果已讀不回，我們這邊也不是很，但其實基本上我們的確定是他有接到這樣的一個訊息。經過我們廢止執照的話，他林大軍本人，還有包括他這家公司的經理人，在5年內都不得再經營旅行業務。觀光署進前已經因為年代旅遊甲旅客放婚照，幾個屆裁罰，累積146萬，催繳若無起立，就會移送強制執行。也若受害旅客方面，品保協會目前收到800外旅客申訴，會持續受理到3月18。上新的估算，賠償的總金額可能會逾2000萬。除了年代旅遊防除名進前投保的上千萬旅遊保證保險會啟動，已經旅卡無出團的旅客嘛會當向銀行申請爭議的款項，另外無夠的金額由品保協會負擔。品保協會其實經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這種理賠，基金還是有限。類似這樣有具體的，就是讓他一輩子要離開旅行業。年代旅遊甲旅客放婚照的案件了後，旅遊界就逼出林大軍英國捌依據的名，經營旅行社買手倒去，佮改名甲人合資開另外一間旅行社。即馬伊負責的年代旅遊去用撤照，品保協會按算收內歸，避免不良的業者補補的，所愛因來收買。學者分析，旅行社因為多元化的經營甲市場的佈局，一般來講，攏有幾啊張執照。觀光署應該愛甲業者做相關的審查。特許制的情況之下，更應該對旅行業的這個管理要重新去做一個檢視。所以，其實最佳的方法還是在要回歸到這個市場機制。學者嘛建議，英國咱國家旅行業規範做特許行業，是因為經過改革的時代。英國需要掌握咱國民眾出入境的行蹤，即馬時代背景已經無共款，自由行嘛真發達，政府會當考慮改讀特許行業的制度，讓旅遊業回歸市場的機制，自由競爭，態度不良的業者。記者綜合報道。又閣傳出霸凌的事件，這是網絡有一段影片，伊是講3個學生拿這個掃帚甲沙條去拍一個囡仔，即馬家人警方來調查，發現講這就是一宗國中生的霸凌案件，即馬已經隨通知學校來進行校案通報。3個學生是輪流拍另外一個學生，在過程中，有人摕邊仔的鐵土這物件一直牽，有學生在錄影。個過程的影片，才是暗時在網絡頂端在流傳。警方網絡巡邏發現講，這個國中生的霸凌案，隨通報學校，而且進行校案通報。不了解被害學生日前與施暴方有肢體碰撞而產生誤會，警方立即掌握雙方身份，並由家長陪同到案說明，後續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移請偵辦。警方甲涉案的這個學生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依請少年法庭來審理。學校嘛緊急進行了解，初5早起開會做後邊的相關處理和輔導。關校內的人員，因為有一位是校外同學啦，哈，那校內的同學的偏差行為同學，我們也會在進行輔導晤談，然後會持續的再做一個追蹤輔導狀況。也是非常難過。大家都知道，我們對於基隆的校園霸凌有零容忍以及長時間輔導懲戒這樣子的一個方案，我們會長達半年、1年，或許更長的方式，每個週末在他放假的時間必須進行輔導。
对家人佫一摆出现学校的霸凌案，市长谢国良是真重视，强调对学校霸凌零容忍的立场，要求教育处这单位投入辅导资源来协助，嘛强调讲对涉案的学生进行至少半年以上礼拜拜六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台东有一个26岁妇人人顺利甲查某囝生落来了后，伫旧年煞雄雄伫厝内昏去，加在因翁是随家做 CPR， 这救护车到病院进前有成功甲伊的太太甲腹肚内底另外一个囡仔成功救回来。台东一个26岁姓柯的妇人人，前日仔顺利生一个查某婴仔，这嘛是伊的第6胎。去年10月7日，伊因为心脏的问题，伫咧厝内雄雄昏去。失去生命的现象。醒来以后有什么感觉吗？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看了很久才讲话。看到因牵手昏落第一时间，做二小的翁婿通报119，而且随家有新的太太做 CPR 抢救。救护车到现场，随家电击甲斗送扫了后，有恢复生命的现象。结果由太麻里高救队行动急诊室斗送去马街病院。医师认为讲，到病院进前有做正确急救的措施。是成功把老母也个腹肚内囡仔救回来重要的原因。119接获了报案以后，随即派遣了救护车，并在线上 CPR 的指导，并给予这个节拍器做高品质的这个 CPR 的救援。高品质的 CPR 其实就可以保存我们脑部的血液的循环，还有的血液来讲，也可以有稍微保存的效果，就是让胎儿还可以再存活一段时间。医师表示，台东的地形较长了，要送病院较无方便。到病院进前，乃当及时救援，会当大大增加患者的存活率。这几年，台东消防局推动线顶 CPR 的指导，嘛打造行动急诊室，内底有急诊顶级高阶的设备，而且透过即时影像分段平台，实时接受急诊医师的指导。去年嘛有真好的成果，急救的成功率有到34.92%，有18个人复原出院。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这深山林内的树林嘛是同款，爱经过整理，才通避免一寡树仔发了过崩。这寡插落来树枝甲叶仔是透过农业部参部落甲农场的合作，甲这的物件呢变作是精油等等的商品，来甲无路用的物件变出新的价值。摕起来片插头精油的香，互人感觉真舒适。这是农业部林业保育署参业者甲部落农场产地合作推出国产茶制作的商品，而且原料是使用人工整理树拿了后，剩的树枝、叶仔制作完成的，达成树仔全材利用的目标。但是那些制烧材，因为如果在之前因为没有市场实际上的需求的时候，它会被留置在现场，然后随着时间而腐烂，回归到土地。但是殊不知这里面的枝叶烧，其实它里面有它的一个特殊成分，有特殊的精油存在。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产出属于我们台湾在地本土的国产精油。这款产品的原料部分来自原住民部落，嘛帮提升部落的就业机会。部落当然一开始是人力这一块嘛，然后因为我们也相对把一些在山林一些采集下来的一些树种啊，那或者说透过在部落的一些农地里面能够种植，然后在它的一些复育的过程当中，部落也都能够参与得到，然后相对就是会有所谓的在地就业。林业署台东分署望民众透过台湾在地的精油来认识台湾山林，进一步发展观光。部落表示，民众也通来一撮生态旅游，实际了解原料采集的过程，感受部落多元丰富的文化。记者郭文亮凯台北报道。南投县信义乡为着要推广观光，推出部落的旅行，邀请一寡网青来体验。这个网青是真学到遐，唔但是风景水，而且物件好食，嘛算讲是有人文历史深度的旅行。有轮仔对在导览员后壁，对部落入口的故事墙开始，听人讲无论族的传统故事，中大顿当然是爱食上在地的部落料理。等待协会正用心咧规划，来参加的游客拢感觉真心实。那人与人之间还有那个很亲切，让我今天真是赞叹在人与人的
接触、情感，还有一些传承。对，所以让你觉得说你真的有深入到部落的生活。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走，这些朋友就是在地的导游啊，跟我们沿路说很多这些故事。丹代武仑生态协会是信义乡4个部落做伙经营，并且推广结合环境、自然生态、参武仑族文化的优点，用部落的特色，望城山脚的人客通来这亲近大自然，嘛感受原住民文化的水。我们丹大地区有4个部落啊，潭南、地利、双龙、仁和。那我们今天走了3个部落，透过这2天的一个游程，然后让外面的客人，然后来去感受我们这边的一切的美好，然后能够把我们的文化，然后也可以传递给外面的人来了解。丹代协会特别强调，会当客制化打造独一无二的优点，欢迎大家来南投信义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讲，网友看了，咱过来看这真侪学校其实拢会来推设特色课程。伫咧台南的嘉兴国小，都有一个台湾西雅队的社团。虽然讲这个社团敢若成立一冬外，也毋过这学生拢真有兴趣。去年因毋但摕到台南市传统艺术奖，今年也有受到邀请去台湾灯会演出。今仔日西头对高声的制造礼拜开始门打7星的电话，台南嘉兴国小的台湾赛队每一个囡仔面热练习，其实这个社团到单干那一冬外尔。伫去年因就摕到台南市传统艺术奖的特优，今年佮互邀请去台湾灯会演出，伫短短时间煞有真好的成绩。囡仔讲主要的关键是大家拢勤练习，也佮有动作细节拢真认真，表演才会水开。足趣味的啊！安怎讲？因为会当体会传统的迄落精神。有一寡美甲，讲做一寡小改。爱炖好好。安怎讲叫炖好好？炖过去的时阵爱停一下。以前是咱明朝的时阵，古天行关的关地的所在地，所以才有足虔诚的宗教的这信仰，互咱囡仔来熟悉以前的这顶头，所以成立咱的台湾赛队。台湾赛是对武馆衍生出来一种艺阵，伫民俗传统有驱邪祭祀的意义。一般东西会当分成广东西参台湾赛2大类。教练讲，伫南部的台湾赛拢以合喙的占大多数。伫表演形式方面，因武术的成分会较重，看起来嘛偏广东西较明，所以摕西头的就真重要。爱较高强大汉，因为无像广东西头前迄个西头爱较起呢，因为西尾爱较紧起来，爱较摸起来。台湾西无咧摸这个西头的。啊，无台湾西拢安怎做？台湾西就是拢靠武术的底。啊，落打卡步，有那个行为就对。台湾赛文化对光复前就已经有啊。好香港虽然社团起步无偌久，不过因坚持推广在地文化，嘛按算未来会个扩大，互表演的定式更加丰富多元化。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筹备6年，最近推出一出传统皮胶戏，甲剧团做伙来合作的创新舞台剧，希望讲会当城遮的少年辈做伙来练捌皮胶戏。伫宝贝这边，有人操控翁仔，利用光影来讲故事。这出戏叫做《光之路》，是以台湾皮胶戏辉煌的时代作为背景。透过陪翁仔甲演员来演出传统皮胶戏家庭面临的问题，亲像皮胶戏的传承，敢来当传互查甫，佮有主角之间梦想冲突等等议题。因着这个时代传统跟这个现代的儿女的这个情感的拉扯啊，所以咱的光甲影内底边，咱去突破这个传统的困境，是这个表演要互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台湾皮胶戏过去是真受欢迎的民间娱乐，不过时代变迁，电视电影流行，皮胶戏也渐渐稀微。高雄历史博物馆这摆是开6年的时间准备，将传统皮胶戏结合现代剧团，演出过程中唔留皮胶戏，佮有真人演出，互观众朋友重新熟悉台湾皮胶戏的文化。就是说。少年的迄个世代，因对一寡传统的剧本吼，甚至阮发现因对孙悟空、猪八戒越来越陌生。皮胶戏来台湾已经有300档，传承也一直是传统表演艺术上大挑战。高史馆馆长表示，即马阁有营运的3个皮胶戏剧团，拢是伫高雄，是高雄重要的文化资产。
望将传统的配角戏会当结合创新剧团演出，来吸引少年一辈重视。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7月2日巴黎奥运就要起国，伫法国埃菲尔塔瓦附近有一个专门为囡仔来表演插红仔的这个戏园，煞互政府要求因3月底就要先关起来，为奥运来做准备。虽然讲这政府有讲会甲因补偿，嘛会当互因找其他的所在去表演，也毋过业者有关是因为讲因想要转去到原来的所在。法国红仔剧团伫台顶表演，囡仔伫台骹对咧学，离埃菲尔铁塔只有400公尺的红仔剧院，每礼拜演出3摆，hiệu歌hiệu座就逐工演出，场场拢真侪人。最近这个剧院的负责人兼导演佐莫收到巴黎市政厅的批，表示为响应7月1日奥运会开始作业，伊做的日期到3月31日后就会被取消。Je m'étais préparé psychologiquement depuis 1 an ou même 2 ans que pendant cette période des Jeux Olympiques ça allait être compliqué et je savais que j'allais devoir fermer inconsciemment parce que c'est tellement une grosse machine que pour la sécurité je sais bien que c'est pas possible. 索莫的红仔剧团历史演会1902年开始，迄时阵伊15岁开始表演红仔剧，20多年过去，目前有350个红仔。伊讲每一摆表演，看到囡仔闪闪发光的眼神，都真有成就感。对市政厅的做法，真侪人拢真着惊，带囡仔来看戏的家长也感觉真遗憾。Le fait que ça s'arrête peut-être au fin de mars, c'est un peu une tristesse, c'est dommage, c'est un peu une institution au Champ de Mars. C'est un peu la culture du Champ de Mars qui part. On aimerait bien que ça reste pour nos enfants, pour qu'ils puissent découvrir des choses un peu différentes que ce qu'on peut voir parfois à la télé. C'est du spectacle vivant, c'est un peu de l'âme du 7e qui disparaîtrait, ce serait dommage. 巴黎市政厅是回应受奥运影响的店头企业可能因为经济关门得到补偿，了后因阁选择其他所在表演。不过索莫讲，已经想要转去原来所在。公司新闻新乐培报道。日本青光眼是50岁以后定定会看到的疾病，也毋过其实这种因为目睭压力异常造成的镜头，其他年岁人嘛可能会有。伫澳洲有一个43岁的男性，伊头一摆去检查目睭，就发现讲是青光眼的尾期。美国的研究就指出讲，这青壮年的男性其实定定拢无要义健康，若准讲会当量早预防，就有机会会当降低风险。43岁戴维斯无看过目镜，自认是着无想过大问题，生病第一摆看眼科，结果互伊惊一条。医生的诊断，戴维斯双眼是青光眼末期，是神经的受损已经无法度逆转，建议伊马上手术。戴维斯并不出现青光眼典型的高眼压、甲头痛症状，面对医生向的宣判，互伊拢硬气。In the left eye in particular, that's been quite badly damaged irreversibly. So really it's the remaining slither of central vision in the right that's doing the job. 青光眼是因为眼压无正常，或是神经病变的疾病。常常伫发现明显无正常进前，视力已经受损一段时间，这会被叫做点鼻的视觉插头，尤其甲遗传高度近视、糖尿病有关系。慢性青光眼患者眼压常常袂相关，真少感觉目睭无舒适，才会延误看医生。One of the classic things is to walk up to get your driver's license renewed, and the patient might find that they're unable to see the blinkers because they've already lost a lot of that side vision. 中年男性较无注意的健康风险，不止目睭，也有特定的癌症甲身体卫生问题。Over 10 million men globally are facing prostate cancer diagnosis. Testicular cancer is the #1 cancer in young men, and across the world, 1 man dies of suicide every minute of every day. 自个人化社会自我管控饮食甲生活形态，对保持老后的健康甲独立自主的能力有帮助。医疗专家建议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有方甲治疗，才能及时发挥作用。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4度到29度，中部地区18度到28度，
南部地区是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17度到27度，外岛地区11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